波蘭係東歐一個國家，一聽到呢個名，好多人都會聯想到共產主義、冰冷同埋福卡。對唔少人嚟講，波蘭依然係一個擁有神秘色彩嘅國度。10年前，我第一次到首都華沙旅行，最深刻嘅印象係物價平過英國好多，街道寬闊而安靜。而今次我哋決定再一次探索波蘭嘅另一面，前往南部古城 Kraków 行下啲街景，試下佢哋啲美食。今次齊遊記亦會一連3集，由打卡篇、美食篇到鹽礦篇，帶大家深入了解呢個神秘又寒冷嘅國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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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齊遊記。今次我哋4月出發，由曼徹斯特直飛 Kraków， 來回機票100磅左右，機程2個幾鐘。唔知點解今次好鬼多人喺機上面叫啤酒飲啊！咁一開波，我哋就嚟做個酒店開箱啦。波蘭啲酒店真係可以話係性價比高。今次我哋住呢一間1房單位 Airbnb，3晚年稅只係大約135磅，對比歐洲其他國家，基本上接近半價水平。地點方面就更加加分，直接喺中央車站隔離，無論去舊城區坐火車、搭輕鐵，甚至去 shopping mall 或者便利店買嘢，都係幾分鐘路程，真係超方便啊！再講返間屋本身，裝修好新，設計簡潔，空間感充足，住落去乾淨企理，廚房餐具、浴室設備都一應俱全，基本上住幾日完全冇問題。老實講，以呢個價錢可以住到咁嘅位置同埋質素，就算機票貴咗少少，酒店錢都已經幫你慳返一大截，成個旅程性價比高咗唔少啊！到達 Kraków 第一個夜晚相當熱鬧，舊城區充斥着唔少夜市，有啲似英國嘅 Christmas Market， 夜晚比我想象中熱鬧。入面主要係賣各種手工藝品，例如陶瓷、木製用品、琥珀首飾等等，仲有到處都氛圍着美食嘅香味，例如有豬手、肉腸，仲有各式各樣嘅波蘭餃子。餃子呢就有甜味，有菠菜餡，同我哋亞洲嗰啲餃完全唔同。第二日，我哋就去咗 Kraków 中央市集廣場，係歐洲最大嘅中世紀廣場之一，建於13世紀，當時係主要嘅貿易廣場。廣場除咗有好多歷史建築之外，仲有一大特色就係好多鴿啊！感覺波蘭人都幾愛惜啲鴿，唔少人仲會餵佢哋食嘢，甚至見到有個妹妹喺度撚鴿餵麵包，成個畫面相當和諧。廣場亦都有唔少攤檔賣藝術品，當日亦都有年輕少女周圍問人哋捐錢，唔知做乜。廣場入邊仲有一座紡織會館，歷史可以追溯到13世紀，去到15世紀係佢嘅黃金時代。當時係連接東西方貿易嘅重要樞紐，亦係服裝同商品交易嘅核心地點。依家上層已經改成博物館展示藝術，下層就變成商鋪，主要係賣琥珀同埋手工藝品，好似紀念品街。旁邊就有聖母聖殿，建於14世紀。專砌哥德式建築，兩座高度不一嘅塔樓就係佢嘅標誌。教堂有星空拱頂，天花板漆成藍色，仲有金色嘅星星作為點綴。喺每一個鐘頭，教堂就會有號角手吹一次短短嘅號角聲，而音樂就會突然中斷。傳說係因為有守城士兵用號角警報敵人入侵，但中途被箭射中，所以未吹完就停咗。而呢一個傳統一直就保留到今日，用嚟紀念佢嘅犧牲嘅。廣場仲有亞當紀念碑，係波蘭浪漫主義嘅偉大詩人，佢嘅作品對波蘭民族獨立有巨大嘅影響。周圍都有源自於19世紀嘅傳統馬車，為遊客提供浪漫嘅舊城觀光體驗。整體嚟講，廣場都幾適合打下卡放下 IG 嘅。廣場附近有間賣車厘子福卡嘅連鎖店，中文叫做醉櫻桃酒，聽聞源自於烏克蘭，即係用車厘子浸製嘅福卡飲品，甜甜地好易入口。如果你見到呢個雙手抱妹嘅紙板公仔，就係佢哋嘅分店啦。街頭盡頭有聖 Fiona Gate， 建於14世紀，呢度以前係中世紀城牆一部分，守住北邊嘅入口，入邊有細細嘅 chapel 嚟供奉聖母嘅畫像。由呢度行入去，走到主廣場，真係好似穿越返13世紀中古時代咁啊！第3日，我哋就去咗一間修道院，離 Kraków 市中心大約係30分鐘車程。建於11世紀，坐落於維斯亞河旁邊嘅山丘上，環境優美。建築屬於羅馬式同哥德式嘅混合風格，重厚石牆。修道院庭園同埋教堂都保留住中世紀特色，入邊仲可以見到古老壁畫、修士生活區同埋一個觀景位望住河谷。
我哋就喺 Rondo 呢個站搭巴士去修道院，落車之後就要經過啲民宅行上去嘅。由於當時復活節假期，沿途見到兩個妹妹放假坐喺路邊賣復活節棕櫚枝，感受到佢哋對傳統節日嘅熱誠。如果係我，就唔會放假坐喺度成日買啦，寧願喺家中補眠啊！嗰日天氣陽光溫暖，感覺舒服，越接近修道院就越有種寧靜平和嘅感覺。望住附近嘅河流，好有大自然景色悠閒嘅心情。嚟，大家嚟感受下。入邊主要有修士宿舍、教堂、圖書館、庭園同博物館，大部分都係古老石建築。除咗有唔少遊客轉咗上嚟觀光，亦都有本地人踩單車上嚟感受一下呢度嘅靈氣嘅。個修道院教堂外面係中世紀哥德式建築，入邊有黑雲石祭壇、金色裝飾，加上石地磚，保留咗中世紀修道院風格。行到圍牆旁邊，有一個觀景位俾人俯瞰城堡下嘅河景，旁邊有指示牌介紹對面河畔嘅景色，可以望到維斯亞河同埋湖泊、岩石等自然風光，成個環境好寧靜又開揚。除此之外，入邊亦有賣傳統修道院食品，例如有各式各樣嘅果汁、果醬、葡萄酒、蜜糖、香料等等。仲有隻狸花貓喺草地上曬下太陽，拗下痕，好鬼寫意。喺我打卡嗰陣仲入埋鏡添，你睇下呢個景點真係打卡同航拍一流。航拍 shot 可以超越地面嘅視覺限制，完全影到修道院外觀、維斯亞特河同山谷景色，仲有春天嘅綠意同埋建築物形成嘅對比。河邊有間小餐廳，好多人坐低飲嘢、食嘢，享受陽光，亦見到有人釣魚、踩單車。加上天氣好好，真係好適合喺度戶外放鬆啊！如果大家嚟 Krakow 玩，可以考慮嚟呢度做半日 trip 㗎。之後我哋嚟咗 Krakow 城堡，入邊好大，石路花園、廣場都係免費入場。呢個城堡好特別，好綠化，有唔少草地同樹分佈喺唔同角落。喺庭園中央有一棵玉蘭花樹俾人打卡，一開頭仲以為係櫻花樹。隔離有一間餐廳俾人食下嘢、賞花。對面就有個打卡幾靚嘅金色拱頂教堂，但就要俾入場費。而行到盡頭就會有個拱廊中庭，設計融入咗意大利文藝復興嘅風格，係城堡最震撼嘅景觀之一。我會形容呢度係打卡聖地，建築風格多元化。佢未必係世上最宏偉嘅城堡，但最吸引我嘅係佢免費入場，環境開闊幽靜，帶住公園嘅悠閒感，好適合平日喺度慢慢散步。最後一日，我哋去咗當地街市，主要售賣新鮮蔬果、肉類同雜貨等等。當然少不了各式各樣嘅波蘭餃子、罐頭魚、海鮮、土耳其果仁麥餅、細絲酥餅，仲有牛肝菌同蘑菇乾。行下，見到一間開心果專門店，雖然鋪頭唔算大，但炒品唔少，有咖啡粉、果味茶包、開心果仁、傳統波蘭茶杯連碟、開心果醬等等。感覺佢哋真係好中意開心果。另外，佢哋有賣各種唔同種類嘅支裝酸湯、傳統台布，都幾值得睇下㗎。行下，我哋就到咗聖 Florian Church。座教堂係為咗紀念守護消防員同軍人嘅聖人聖 Florian，建於12世紀，曾經係皇家遊行進入古城前重要嘅一站，見證宗教同歷史儀式。而依家見到嘅交班儀式係教堂守衛每日嘅傳統交接，象徵對呢座古老聖堂嘅守護同承傳。下一站我哋就去咗山丘古墳，呢個係 Krakow 最古老嘅地標之一，相傳係為咗紀念波蘭國王 Cracus 而建，所以個山丘古墳就叫做 Cracus Mound。呢個古墳大概喺7世紀左右已經存在，歷史非常悠久。呢個人工山丘唔算高，行上去可以360度望到 Krakow 市景。以前仲被認為有宗教同觀星嘅用途。我哋嗰日就冇入場，不過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買飛參觀。入邊有唔同博物館可以睇，仲可以行上山頂欣賞 Krakow 景色㗎。沿途落山見到好多豪宅，真係間間都好大，有啲偏現代風，有啲就保留傳統嘅特色。如果可以有間咁靚嘅屋，仲要俯瞰成個城市，就真係正爆啦！落山後就快閃猶太區，入邊有一條好特別嘅街，用嚟紀念貝拉梅瑟爾斯，一個喺19世紀 Krakow 好重要嘅猶太領袖。
呢條街本身係猶太同基督教共存嘅地方，曾經好繁榮，但二戰時受到破壞，好多社區都被摧毀。去到今日，呢度已經慢慢變成一條文化街，有唔同餐廳、cafe， 仲有福卡巴呢對特色嘅小店。附近仲有一個 food market， 主要係賣紀念品、烤肉腸、波蘭披薩，大部分人都係喺度點披薩，一隻大約15至20波子，外觀幾唔錯咁。最後就要講下維斯瓦河，佢係波蘭最重要亦都係最長嘅河流之一，一直影響住波蘭城市發展歷史。由中世紀開始，佢已經係貿易同運輸嘅重要水路，連接唔同城市，同時亦見證住戰爭同國家嘅變遷。今日佢已經唔再係交通要道，河邊非常之靚，特別喺日落嘅時分。河邊呢條噴火龍，傳說以前會恐嚇村民，最後俾一個英雄收咗皮。依家每隔15分鐘就會噴火一次，不過有時會揸流灘，要耐心少少先睇到。見到佢噴火嗰下真係幾震撼，哇！你睇下。夜景真係好靚，好浪漫又好 chill， 城市燈光影住水面閃閃下，觀光船慢慢經過，再配埋夜空中飄住嘅氫氣球，加上微風，成個畫面好有氣氛。夜晚河邊亦都好安全，大家可以放心慢慢行，享受呢種放鬆又舒服嘅夜景。總括嚟講 Krakow 係一個物超所值又好寫意嘅歐洲城市，充滿中世紀風情之餘，係熱鬧同休閒並存嘅地方，亦係一個打卡勝地。市中心景點好集中，大部分都可以徒步到，而喺治安方面，感覺比唔少西歐國家更安全，成個城市乾淨企理，當地人對旅客都幾 friendly， 唔係特別多笑容，但係會主動幫忙。城市移民度偏低，相對冇咁品流複雜。另外最值得一讚就係城市配套，交通方便準時，車廂新又 digitalize， 有埋實時地圖睇到去邊，唔怕落錯車，幾乎冇塞車咁滯，街道規劃好清晰，行人、單車同車輛都各自有紅綠燈馬路。講真，有諗過上旅居一排試下。今集就講住咁多先，如果你哋都係刷下就 comment、subscribe 同 like， 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美食篇見，拜拜。